坊車咧，最早嘅營運嘅理念就係咧，我哋做咗一個獨居長者嘅問卷調查，就得出咧，大部分嘅澳門嘅獨居長者咧，都覺得咧喺出行嘅時候咧，都會比較困難，咁所以咧，街坊總會就開始營運呢個街坊車嘅服務咁樣嘅。我係街坊車嘅項目主管，林潤富。我做咗街坊車咧，都有已經10幾年嘅時間嘅啦。其實喺25年期間咧，我哋暫停咗有1年嘅時間到嘅。暫停嘅期間啦，咁我哋都不斷收到街坊啊，或者一啲市民咧，都表示咧有呢個出行嘅需要咁樣嘅。咁所以由我哋街坊總會咧同呢個新福利集團咧一齊合作營運之後咧，就喺2026年嘅1月份開始啦，正式咧重運翻呢個街坊車嘅服務嘅。今次嘅新嘅街坊車嘅 logo 上邊咧，除咗有我哋街坊總會嘅原有嘅 logo 之外啦，都融合咗新福利集團3種主要顏色，黃色、藍色同白色咧，進行咗結合咁樣嘅。預約我哋街坊車或者申請我哋街坊車服務嘅時候咧，澳門嘅市民或者係居民啊，都可以咧致電我哋街坊車嘅熱線電話啦。咁我哋工作人員咧係得知到嗰個用戶嘅大概一啲身體狀況之後咧，會進行一啲家訪同埋評核。咁喺完成之後咧，冇問題嘅話咧，就可以提前2至3個工作天咧，再打返電話同我哋預約呢個街坊車嘅。澳門嘅一啲嘅舊城區嘅街道啊，或者係一啲下環區嘅街道咁樣咧，都比較狹窄啦，同埋有一啲比較長啊、比較斜嘅路段咁樣，令到一啲咧需要使用嘅輔具啊、出行嘅長者或者殘疾人士咧，佢哋出行都非常之不便嘅。我哋有街坊車嘅支援，可以直接喺樓下咁樣就進行一啲接載嘅工作，方便咗佢哋出行咁樣咯。有一啲用戶啦，覺得我哋個師傅啊，同埋我哋街坊車嘅服務咧，都可以不辭勞苦咁樣幫佢哋咧，佢哋都非常之感謝啊，同埋感恩嘅。希望可以俾多啲澳門嘅居民同市民啦，都知道我哋有呢個街坊車嘅服務。咁如果佢哋有呢個接載嘅需要嘅話咧，咁都可以啊，致電我哋嘅街坊車嘅熱線電話28222633，同我哋街坊車嗰邊嘅工作人員聯繫啦。最後都感謝呢個新福利嘅集團啦，咁資助呢個街坊車嘅服務可以繼續再次營運，為我哋澳門嘅市民咧重新帶來呢個街坊車嘅服務咁樣嘅。